Hello， 大家好，我係 K 先生。如果有人同你講1960年代開始，北美有一批家畜，特別係牛隻，被人系統性地取走咗極其特定嘅部位，舌頭、下顎皮層、淋巴結、眼睛、生殖器、直腸，現場幾乎冇血跡，亦都冇任何嘅足跡，而且呢件事一做咗幾十年。你嘅第一個反應會唔會好似大多數人嘅諗法一樣，話係弒父動物所為，自然死亡，人為惡作劇，又或者係外星人取 DNA 樣本？但係最關鍵嘅問題係點解被取走嘅部位高度一致，而且呢個模式可以跨越唔同嘅州份、唔同嘅國家，跨越幾十年，但係從來都冇人被捉到。同時有人提出一個更加尖銳嘅質疑：如果外星人真係要取基因樣本，抽取幾毫升嘅血液就足夠，點解幾十年嚟反覆切割呢啲特定嘅器官？其中一個提出呢個質疑嘅人，正正就係 Amy Eskridge。喺佢全力轉去做研究反重力技術之前，佢本身作為一位擁有多年幹細胞培養經驗嘅生物學者，2022年離奇身亡，官方判定佢為自殺。同時網民將佢列為神秘失蹤科學家之一。喺上幾集佢已經提出咗一個令人心寒嘅 P47、P52 未來人理論，同埋佢留低嘅嗰條時間線。到底 Amy 仲有知幾多嘢？仲有幾多嘢佢仲未交代晒？仲有呢啲持續半世紀嘅離奇肢解案，係咪真係外星人所為？如果佢哋唔係為咗採集 DNA， 點解咁多年嚟反覆切割特定部位？會唔會係未來人留低嘅線索？如果你對外星人、時間旅行、平行宇宙、未來人真相呢啲話題都感興趣，呢一集你絕對唔可以錯過。今集我哋要將肢解案嘅時間線同埋資料庫徹底攤開。1967年9月9日，美國科羅拉多州南部一座農場，農場主人發現佢屋企有一匹叫 Lady 嘅3歲小馬，已經失蹤咗2日。但係當佢喺農場400米以外揾到呢匹馬嗰陣，眼前嘅情景令到所有到場嘅人心裏發寒。我哋揾咗當時候嘅報章報道，以及當時候嘅 APRO 報告呢啲最原始嘅資料做參考。呢一匹馬係屬於 Lewis 夫婦。文章裏面提到，呢一匹馬每朝早習慣去牧場嘅小屋飲水，偶爾都會食啲穀物。最後一次見到佢係當年嘅9月7號，當時 Sleepy 睇嚟好健康，完全冇任何生病嘅跡象。但係去到9月8號 ，Sleepy 已經冇再出現。第二日佢嘅屍體被發現喺農場以北，大概1/4英里，即係400米左右，一個佢平時最中意去採食嘅地方。當時 Sleepy 由頸部去到頭部嘅所有嘅肉已經失蹤。農場主人 Henry King 立即通知咗 Lewis 太太。當佢趕到現場嘅時候，佢哋兩個被傷口嘅古怪性質所震撼到，切口非常齊整，就好似用外科手術刀切開一樣，環繞住整個頸部，並且深入骨頭。現場完全揾唔到任何嘅肉碎、皮毛或者係馬鬃。針對呢單特定案件 ，APRO 當時都有指出，有巨量嘅報紙都有報道過，但係大部分資訊都係極為錯誤。經過篩選後，佢哋認為做任何結論之前，必須要對以下事項做更深入嘅探討。其中一個係 APRO 調查員 Don Richmond， 佢發現地面上有幾個奇怪嘅深色斑紋。呢啲斑紋嘅採樣後來被送到東部嘅一間實驗室做放射性檢測，結果顯示冇異常。但最奇怪嘅係，當護林員 Martin 佢用數據器對該地區進行檢測嘅時候，發現放射性數據係高於背景數值，亦即係話只有馬匹屍體附近係冇。呢啲奇怪嘅痕跡分布喺屍體嘅東南面同埋西北兩面，而東北嗰面有2棵灌木被壓到扁平，其中一棵灌木周圍有一圈逐漸變細嘅小孔，睇落去好似有嘢被打落地面一樣。就係喺呢個時候 ，Lewis 太太發現咗一樣好奇怪嘅嘢，佢發現靠近東面嗰棵灌木有一隻馬鬃黐住咗一個外觀好似雞肝嘅物質上，佢割開佢之後，裏面滲出一種奇怪嘅綠色黏性物質。佢隻手即時感到灼熱同埋發紅，但係沖洗之後手就恢復翻正常狀態。但係可惜 Lewis 太太當時冇將呢啲物質送去化驗室做化驗。但係呢啲嘢點樣搬運到灌木上面？呢啲先至係最值得問嘅地方。但係最震驚嘅係以下落嚟當年嘅採訪。
我特別做咗呢張圖，幫助大家容易理解。而整個案件最令人覺得怪異嘅地方，莫過於以馬匹為中心，方圓100英尺嘅區域內，亦即係約30米內，完全冇留下任何種類嘅足跡。當時牧場主人 Harry King 同時係一位非常精明嘅追蹤專家，佢從30米以外嘅腳印開始進行痕跡追蹤。佢發現當時 Sleepy 並唔係孤單一個，而係仲有2個同伴。佢發現當時呢3匹馬好明顯係處喺驚慌之中。佢哋向住農場房屋方向狂奔，由地上嘅足跡清晰展現出當時候馬匹高速奔跑、猛力推進踏出嚟嘅清晰痕跡。之後King佢揾到 Sleepy 同埋馬群分開嘅地點，另外嗰2匹馬嘅足跡顯示佢哋係直接奔向農場嘅房屋，而 Sleepy 嘅足跡顯示佢繼續向前面延伸多一小段之後，腳印突然之間消失，就喺足跡消失嘅30米之外，就發現咗 Sleepy 嘅屍體，而屍體離農屋只有400米。而另外有一個關鍵嘅事實，多段時間並冇任何食腐動物過嚟襲擊呢具屍體，唯獨喺屍體發現1週之後，有2隻郊狼開始過嚟食臀部嘅區域，但係佢哋食得唔多，而且佢哋嘅排泄物顯示呢啲肌肉組織幾乎係未經消化就已經直接排出體外。一位嚟自丹佛嘅生物學家，佢採集咗馬匹嘅肌肉組織同埋多個樣本，佢向 Louis 太太表示，佢認為體腔內好明顯已經冇晒內臟器官，冇咗一隻髓液，亦都冇咗腦部組織。呢個情況十分詭異。總結 Sleepy 嘅案件，我哋得到呢5個疑點。究竟犯案嘅人點樣可以將 Sleepy 嘅屍體搬運30米，但係中間冇留低任何嘅痕跡，而且能夠唔會驚動400米外農舍附近嘅人？佢哋用啲乜嘢，同埋點解要將灌木壓到貼地？文章裏面都有提到地面見到有一啲類似排氣嘅灼黑痕跡，屍體暴露喺野外，食腐動物有靈敏嘅觸覺，必定會靠近。點解要過咗1個禮拜之後先至有郊狼靠近？食完後仲要導致消化不良？點解所有內臟器官、脊髓液同埋腦部組織都消失？如果真係食用嘅話，理論上身體同埋大腿有更加多嘅肉食，點解呢啲部位反而留低？點解頭部到頸部所有嘅肉都處理得異常乾淨，但係現場幾乎冇血跡？如果我哋只能夠用自然嘅原因去解釋，呢5點係會互相衝突。如果係病死或者係被槍擊致死，但係就解釋唔到點解馬蹄突然之間消失。鳥類同昆蟲可以清理原組織，但係做唔到咁平整嘅切割，更加冇可能深入體腔清空腦同埋內臟。但係幾乎唔掂四肢同埋軀幹，血液嘅沉積可以減少表面嘅血跡，但係就好難解釋整體幾乎冇血嘅狀態。至於食腐動物嘅長期拒食，亦都超出咗一般腐爛氣味所能夠解釋嘅範圍。當一個解釋必須要同時犧牲好幾個關鍵觀察點先至能夠成立嘅時候，佢已經唔會再係一個最合理嘅解釋。因此，最誠實嘅推論係，如果要同時滿足呢5個點，呢一個已經唔再係一個發生喺地上嘅傳統屠殺。相對地，將整個過程理解為一次空中完成嘅精準採樣，可能有人會認為用直升機操作可以解釋到成件事。咁我哋先唔講外星科技或者係未知力量，先單純按人類已知科技嚟分析。1967年，美軍最高規格嘅空中特種作業，當時候最先進嘅2款中型直升機 UH-1 或者係 CH-47 就已經可以配備麻醉飛鏢、高空絞盤，仲有可以攜帶式嘅抽吸同埋切割設備。呢一個假設確實係可以解釋到2個關鍵點：馬匹奔跑嘅時候被控制，再被空中吊起，地面上嘅足跡自然會喺某一個點突然消失。大型旋轉翼嘅下壓氣流有能力壓垮植物、燃油或者係作業液體外泄，都可以勉強用嚟對應部分嘅現場描述。但係致命點係噪音。屍體離牧場房屋只有400米，當年用直升機低空盤旋嘅噪音係會極大。長時間作業，但係完全冇被附近嘅居民明確聽到，呢一點非常之勉強。如果現場曾經被強勁嘅下壓氣流反覆吹過，鬆軟泥土上面嗰啲細小嘅雨滴粒坑或者係腳印，好難完整保存。要喺短時間之內將一頭數百公斤嘅馬匹完成接近冇血、高精度切割，並且清空腦組織同埋內臟，以當時候嘅直升機艙內環境同埋可以攜帶嘅設備條件嚟睇，效率同埋穩定性都係難以成立。
所以用直升機呢個假設，真正嘅問題唔係完全冇可能，而係佢必須要同時做到夠安靜、夠穩定、夠精準，又唔會嚴重破壞地面嘅微痕。條件一多，呢一個假設就越嚟越難以支撐。當時亦都有人假設過用飛船呢一種可能性，但係前面已經推論過，但係以空中吊掛同埋艙內作業都難以滿足全部條件，更早期嘅飛船更加唔使講。如果 Sleepy 嘅案件按當年最接近現實嘅空中方案，都難以同時照顧全部嘅觀察點，下一步就唔再講係信仰，而係講能力缺口。真正講求嘅唔再只係能夠飛起，而係需要一種唔再依賴傳統嘅螺旋翼，唔再依賴燃燒傳統燃油，可以做到低噪音或者係接近無聲嘅懸浮，並且具備高能切割同埋快速負壓抽取能力嘅飛行器。所以而家嘅問題已經唔需要再問究竟1967年有冇呢一個超出當時公開技術嘅飛行器，而係直接講出個事實。就算係以今日嘅公開空中作業能力嚟衡量，而喺短時間之內做晒低痕跡接近皮印中斷式吸走、接近無血嘅高精度切割、針對性清空腦組織同埋內臟，幾乎唔破壞周圍嘅微痕，仲留下足以影響食腐動物行為嘅殘留效應。呢一連串嘅動作，現今人類科技都難以喺真實野外條件之下穩定重現，亦即係話 Sleepy 案留低嘅唔再係一個舊時代嘅謎題，而係一個用今日公開嘅技術都難以完全複製嘅操作能力問題。而呢個問題好快就唔再只係出現一次。下一集我哋會將鏡頭從1967年嘅 Sleepy 單一現場拉到1970年代開始美國多州重複出現嘅系統性模式。究竟呢啲未知飛行器點解需要做呢啲神秘操作？如果你中意呢個內容，或者你想繼續跟進呢個 Amy 同埋 P47、P52未來人嘅故事，記得訂閱、點讚、分享同埋開啟小鈴鐺，仲有留言分享你嘅睇法，等我知道好多人中意呢個內容。我哋下集見。